學習與思考，學習要多思考，看來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，人人都會說，但要真正做到，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人們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，學習與思考是密不可分、相輔相成的。學習是思考的發端，思考是學習的升華。學習的目的是在於學會舉一反三，靈活地運用知識。因此，我們學習就必須積極、認真地思考，弄清楚所學知識的內涵和來龍去脈，分辨箇中的輕重對錯。愛因斯坦說：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，不過喜歡尋根究底地追究問題罷了。學習知識要善於思考，思考再思考。我就是靠着這個方法成為科學家的。在學習的過程中，就是憑尋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去引發我們思考，努力鑽研。那麼應該怎樣鑽研呢？要多問幾個為什麼，從多角度思考問題，不可以不懂裝懂。只有勤於學習，善於思考，才可以提升學習的層次，達到升華的境地。相反地，如果我們學到的東西沒有經過思考、加工，就好比吃下的食物未經咀嚼、消化一樣，即使是營養豐富的美味佳肴，也不會被身體吸收。那麼，即使我們努力追求學問，也不會有任何成果。就以學習數學為例，熟記公式是基本要求，動腦筋理解、分析題目，以及靈活運用公式，才是答題的關鍵。如果我們學習公式時不經思考地強記，那麼只要題目稍微變換，就會不知所措，不懂運算了。孔子說：學而不思則罔。這句話言簡意賅地指，出學習而不思考，只會令人茫然無所得。經過上面的討論，我們應該能夠深刻領悟這句話的道理。學是經過思考的過程，學習指操練和應用，兩者都是對努力的考驗。聰明的同學們，你們又怎會讓這個考驗難倒呢？